当然，若要透过经典的内容，其实咱要讲真正要给予迄个无上深深的了解，这无可能。时间来做好一回，当要少着大乘知识，甲恁开始入去。当然，咱大乘知识什么啦？若做当这本身是我的，你把它当做我的吼。因为咱话是因为透过来做环境的这个文字，或者个人的看法。当然，咱我看法不该深啦吼。当然，咱看法上深就叫做作为来讲因为作为物理咱这已经1300几年啦吼，所以呢，因做人来讲无使买啦吼。即个同学大家会使讲做个学习。那因为咱进前，咱迄阵到迄个智成上师、甲微智术迄段当中，智成迄个智成上师甲咱即个做开行，因当时咧讲的迄段话，因为伊接入到迄个做客的即个法会上。做开行，因为伊知影讲内底有细则啦吼，细则来讲有咧突发之人、突发出人啦吼。然后所以咧突发出人就是讲，你无经过我的同意，你走入来我的内底咧跳法叫突发之人。那之前咱做讲毋是，做法可以毋是。伊讲袂讲必定是啦吼，若讲做毋是啦吼。因为工作是讲明了嘛，开始吼，所以这讲不成立，所以伫咧当中，当然，咱智成上师就受到迄个咱新秀大师武则天迄个邀请做会员，去到东禅寺，去到的时阵迄个北京这个皇帝殿内底当中迄个做事，但是呢做会员。嘛，咱我是年月，我因难搞不来去，所以既然不来去，你嘛爱知影讲，你若做会员，你咧传统法、大乘法，你也挂是法条，我就安尼嘛吼。所以你咧对应内底当中呢，因为因一段话对应，对应就好啦。伊讲恁师傅啦，伫新秀，咧甲恁教。即个概念为叫做三个概念，是安怎甲你教育方式？伊讲的是伊讲即个诸恶莫作，以及改啦，诸善恶行以及非啦，自净意义以及定啦，就安尼啦吼。一段一个真大一讲过，按这讲过了后，咱嘛知讲，做听着了后。你这讲这物件不可思议，咱听起码听迄个人会更加明白，更加听对更加白条咧。你大乘法嘛，即个无上甚深的法，无上法也无可能有，安尼就对啦吼。所以伫迄个当中呢，做听咧，你讲这到迄个变成地方，所以讲我即个咱老祖伊话要讲一个伊介绍会，好修相有的时阵迄个知识讲，介绍会就是照名，较有迄个微修相的啦吼。所以因咱讲的即段，迄个上说，就是讲咱新秀。所讲即个概念，迄个表象的文章，已经咱讲过，但是后半段这段就是咧讲思想的物件，所以咱一定要注意。那因为咱要开始讲到这段当中呢，因为咱也先来读一遍天无奇冤，天无奇冤，心地无非自性界，心地无非自性界。心地无痴自性非，心地无痴自性非，心地无乱自性定，心地无乱自性定，不增不减自金刚，不增不减自金刚，
星期心来本三昧，成文期，成文期，威胁，威胁，威胁，来成一句话，内定一期月，我温还心，我温还心，欢和久久，欢和久久，挥处金如，挥处真如，发还不净，发还不净，书言记。书言记。这段当中呢，是因为咱知影这个作为听了欣赏甲伊这个道地这个志向，讲去受记忆了后，伊透过这个语言来讲这首。但是咱看这首内底当中，咱就先了解两个问题。第一，了解什么叫做心；第二，了解什么叫做性。这物件咱一定要了解。那么心甲性有什么无相像？其实咱你甲讲咧，这个心叫做顺线，咱常咧讲叫顺线，顺线啦，有恶啦，有恶啦，顺线有恶啦，这个心就是有限，有限啦，嘛个。往优先啦这个心甲这个性，它有一个叫做顺线模式，叫有线有限。其实若要甲你要看清楚，这两句话也是讲得清楚。因为这个心有动啦有分，这叫做分别啦有分别，动就分别嘛，这个叫做无动，这个叫做无分别，无分别啦，无分别嘛叫做叫做显分别啦这点咱来看知影因为心性本来就心，心本来就性，这个物件是共一物件，但是这个心，因为伊咧讲，伊若讲修到什物件，这个动念。叫做一如，动静一如，动静啦动静一如啦安尼这个心嘛叫做性，安尼伊不是这个物件，这个物件离佛教上来讲的叫做空无，这个心离佛教上来讲叫做有无，这个叫做空，这个叫做有，这个叫做空有不离这个好你若讲惊这个性，惊这个性命啦，无这个分别啦这个变成即空啦，即啦，即空啦。但是你若惊空，惊即空尔，你无这个心，你叫做即有，只有啦，这个即有就是讲你所看的。有就是世界外的物件，你看的就是你家己的思想，你无当离这个离自性中离这个空叫做空性，这个空叫做空性，你无当离自性中去生出这个心，其实这个性无动，无这个心无动叫做性，这个性动业叫做心。安尼就对啦其实这两个同一个物件，所以咱即马就是落入这个心，咱进入落入这个心，咱这个修就是咧修这个心，安尼要让恢复这个性，安尼尔。但是因为咱这个心不好修咱这个心真是上无好修的啦。啥无好修？咱的思想这个心就是有思想嘛，这个心就有思想嘛。咱的思想一个，咱的看法足多，这个思想换一个解说叫做色，叫做色谛，叫做色见，叫做色见。这个色谛甲色见，这个心所做出来，这个叫做哪？做叫做众生，这叫做众生。到这个色谛色见的当中，叫做众生的。咱今日这个心的修，就
就是要把众生的知见，转入叫佛的知见。而这个心的内底当中，因为伊有作用，伊有分别，但是伊动心内底当中没有一如，毋是怎死去啊，毋是怎执伫迄个所在。可能是过去常咧讲这个物件，对。咱这个你无思想都毋对哦，你无思想，搁变成这个空条。你有思想的执着叫做有条，这我总歹讲是安尼哦。所以你伫心的内底当中，就是伫有的内底，你爱生出什物件，你爱生出这叫做妙有哦，妙有。毋通伫空性才生妙有。妙有才生真空，所以真空爱生妙有，就是因为咧，如有到比如今日我这个身体，我有一个自性，我这个自性，人国行哪呢？人国行无思想，人国行一个自性，咱咧做人，咱有义务是要主人嘛，主人有自性无关，伊袂死啊，但伊无思想啊，你讲。安尼尔对不对？伊无思想啊，伊变性怎变性？迄个思想怎无来用出来？所以变性以后，这里怎变成这个空？怎这个空内底怎无作用？但是因为咱今日含义嘛，是空性伫内底啊，但咱这个空性会产生了咱的分别，咱的思想啊。这个思想内底当中，你是用这个思想。去做世间法，用这个思想来做出世间法，安尼尔。会讲听哦，用这个思想来做世间法，你所做的叫做众生的工作。但是你若讲用这个思想来做出世间法，比如讲咱今日度人啦，来讲道啦，来做佛事啦，但是佫毋执着啦，安尼做出世间法。你出世间就是做这个工作，就是叫这个工作。就是叫这成这个工作，安尼对啦，因为你爱归纳于成嘛，这归纳于迄个物件嘛。但是归纳于内底当中，伊佫毋是惊为这个无作用啊，伊是精，但是伊要产生出来，产生作用出来了后，对伊的精产生作用出来叫做灰啊，叫做智慧的灰啊。咱智慧就分别了，对不对？变成但是因为伊若今日这个思想走出来，这个智慧走出来，走个知识去啊，变成安怎？真麻烦，就是无计较，就是无比较。而这个世间内底就用着你家己的主观意识来带路，安尼痛苦。所以因为听无明白，自性无非自性感，才走出来这个自性是咧无非。迄个自性无对应的是非，有是就是有非嘛，有是就是有非嘛，有是就有非嘛，是毋是咧？这叫对应嘛，对应嘛，有对应就是这个我相嘛，这个理想嘛，就走哪？走众生嘛，走众生相嘛，众生嘛，就走实相嘛，有是有非了后，就哪来妄想？你修就是讲叫执着，叫执着嘛，是毋是安尼？因为自性无非，无这个非，有非就有是，有是就有非，所以叫做是非，这叫做对立。有对立了后，伊就妄想，就妄想啦。有妄想就有执着。咱做些代志，就拢安尼起来嘛，比较啦、计较啦，有一个我，就有一个你。这个是，就是叫做我相，我相就讲叫咱咱这心嘛，人相就讲境嘛，咱上咧讲境嘛，境内境嘛，这个心攀连的这个境，听啦用今日你把这个心去看到一项物件，这个叫做境。会产生分辨嘛，妄想分辨嘛，这个妄想分辨，离分高尚的讲嘅事情叫做众生相嘛。你这个妄想思想了后，当中你会执着着我爱什么物件，变成受者相嘛。伊这个走安尼出来，
啊，所以咱今日对着咧讲的，你自心无非自性感，迄个自心无非，你无去理念着迄个对法。这个咱要注意哦，伊毋是来讲两种如何，自心你有攀缘的一切法，啊，如果一切法去甲你理念着，所以咱常说来讲，人在江湖心不由己。咱伫即个社会，但是咱无做做主人，善啊无做做主人，变咱的心要更幼稚啊！咱偌紧幼稚呢？咱讲生活紧来做烦啊！真正呢，但是平时啊，咱讲无试看卖就唔知咧。但是你不会试的就是紧啊！敢是就讲我生活错啦，啊，咱问甲你测出来，你当会了袂？啊，你来规定你当会了袂？好，迄就是因为你的心产生一种啦。迄个境，所以你去触到这个境的内底当中，你的心走出啥物件？你有产生对立出来无？欢喜嘛对，受气嘛对。啊，所以你今日你心拄着境的内底当中，你无有这个对立，无有非，无有是甲非，啊，那安尼你就无梦想，那安尼就无成长。那安尼甲讲个，迄才是真正的解。真正家己毋是讲讲的呢，真正家己毋是讲讲的呢。哦，咱即样就讲贪嗔痴足简单的呢，但你拄着真正境的你后当中，你有法度通去控制你迄个心无贪无，你有法通控制你的心无嗔恨无，你有法通控制你的心无无痴无，你有办法控制这物件，这拄着境哪会知呢？啊，所以咱而且咧修学过内底当中。咱无去拄着境，所以咱拢无了解。但是真正你后当中着境来甲咱磨呢，哦，咱修道，咱拄着足者，哦，拄着足者啦，哦，咱无爱听啦，吼，还是讲咱面接修的啦，吼，你伫人的当中，这叫做幻境嘛，境嘛，啊，这个境就是会理念的物件嘛，毋则叫幻境。啊，这个幻境就是你想犯罪讲，这个世间理念是这个定嘛，啊，这个定就是无清气的物件嘛，敢是安尼？毋过呢，你伫定这个无清气的物件内底当中，你要修的生活都一定简单简单。因为你伫净土世界呢，净土世界有啥物件？咱面的净土，啊，净土有啥物件？净土有是非，净土有对立。净土道理，净土有这物件，毋过呢，咱伫这定内底当中，要修成净土世界，是咯，所以爱面对着作这个有无？哦，但是我感觉毋免搁一个讲，毋免搁一个讲。咱过去常讲的说讲，北方全都东东西的，迄有紧了办无？那么讲起来，应该做惯啊嘛。毋过呢，一句话，我唔会呢，那个一句话会讲伊，不你别说他讲，你这样就讲尔嘛，毋是真正，你内心世界不动来听开嘛。哦，我甲你讲一句话，你若真正讲有到迄个功夫，你若生心嘛无生心，连动心你无动心，爱听无？但是我听着足长命，我听着足温暖。哦，要达到迄个意境，真正爱照经来看。所以我常咧讲，咱修学过来底当中啦吼，有阵时啊，听一寡意境就代表歹，因为要甲你训练你这个心，甲你训练你到尾这个心的承受力、承受力，这个承受力一直甲你承受，啊，你坐后壁你拄着什境来都赶紧，毋过呢，咱真。我懂，我真谢谢。我那若听着他们听，那是较舒服。哦，我那听人咧娱乐的吼，听着人家跑歌，那是较舒服。啊，若听着咧人规定，那是袂使舒服。你应该较悬比我啦吼。那到有迄个意见了，咁就得改，对不对？你处处内底当中就是呐，心无常，后壁关呐。何处为人海？自由到什物件？无法接受。心无常要来改，心
心无啥无来改，唔免改啦。每一个所在的人要过山嘛，就是关心菩萨同一个所在。所以这句话就是伊要对内心世界讲的，就是因为对你的心无迄物件，外口的什么境拢会跟着你。安听无？你的心无去有这物件，已经离开你这七情六欲，离开这个这个五蕴、色受想行，你离开这物件，离这物件内底当中，你袂去迷恋这物件，你才对。好，我来讲一个简单的比喻。这个小的无警察，拢无歹人，敢是警察？大家都可能下晡看到警察要掠啥？这个内底人咱公平啊，咱每日就公平。这今日大天见，咱哪来讲跳呢？电厂无来，规个大家乌暗。是毋是咧？毋过你甲想看卖诶，咱知影啦，咱知影讲外口黑暗，但是无了解你内心诶黑暗。真正，因为你看外口，你逐日拢看这个看法是对不对？咱几点钟啊无转来哦，咱安住袂好势，咱的心愈恐怖，咱的心安住袂，咱一直脾气一直要发飙，这个政府这做到安尼这安怎还要我小心对做好对啊？为了车，为了地，为了雕，感谢呢？你看咱无，咱只心活来着，因为袂当接受无外口的话，安尼伊规个拢要崩溃。好，咱今晚再来讲，咱保险，保险无学哪样？好，你甲讲，因为这无会来，伊会感觉做。很委屈的，伊会感觉做无实在的，对不对？袂啦，伊无差，伊内心光明，伊是外口黑暗，伊内心光明，伊才有差。但是咱今日，咱无通混淆甲上帝的意见，咱无通混淆甲你无好受到了这10年7情六欲这2项力量着，甲你的心已经存在，你的心。你一切处无念一切物，我想讲，一般顶个人，见物而生心，听物而动心，这是一般顶个话。讲较悬讲，不见不生心，不听是不动心，不见啦人讲我若无看到，我就袂生心啦；我若无听到，我就袂动心啦。这按照应该呢，但咱无通练到见而不动心。听而不生心，见而不动心，你的内心世界清净，就参像咱讲心地无悔，你的心地都无一个对应，你的心地无有一个一切的意愿对我来到的思想，自信界，因为你自然内底当中一改，你何必得摕一个改来改？其实你摕一个改来改，你改会了你把握。咱想讲贪嗔痴，贪就是咱。用改贪，嗔就用定来定这个嗔，痴就用慧，定位的慧，来个时阵来个学这个痴。我你讲，我请问，莫讲咱一般对道亲，你佛教徒大家都误解，大家都了解，这佛教徒真正无贪嗔痴啊嘛？拢总无贪嗔痴啊嘛？真正毋是拢无贪嗔痴。是因为伊也无做定定，所以真正要训练甲真正，咱常讲的，过去有一个上师啦伊就毋是就作法就爬起来，爬起来当中呢就要去拜奠一个方丈啦，方丈。好，其他的方丈，我爷说啦，我连兄弟你听无？跟兄弟啊。兄弟，通常那个抓地嘛，上快使起来我就困着，我喙洗洗，我就开始摕个茶果，兄弟就要泡茶啉嘛。过去本上是插电的啦，用茶啦，用火炭嚟兄弟啦。这个上出去就讲，灭却心痛，特别参与线，灭却啦。
我心头拢无火啊！我今仔日特透早来参悟着你黄金法的迄个大法啊！哦，着参与善嘛，参事善嘛，啊善来讲就叫做如如嘛。我心头拢无火啊！哦，当然，因为这个师傅，伊嘛是敢若是一个上总的境界来讲。我就甲你试看，伊是无讲，伊是咧想啦。今天起日早，车主伊入个，伊就试啊。你讲你心头无火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你今日透早就来参悟我的这个想法。今天起日早，车主伊今日去遮早爬起来，你唔惊太阳甲人做伙困哩？伊讲即句话，先嘛咧试验功夫啦。但是迄个小主就安怎讲？你知无？这个不低出头处，而干不开业。出头咧，听你意思听无？迄出头就是无头面啊，叫秃头啊。不低出头处，你会使落开业，伊无甲叫回声啊。人脾气都了啊，受气啊。但是迄个师傅讲了，咱讲，我轻轻飘一线，你路中不出烟。我想我甲你一个尔，你讲拢心头拢无火啊。我想把你一个尔，你就扛袂住。但即嘛是讲讲即个公案，即个公案，互咱一个足大的境界。咱要讲到咱的意境，安怎讲拢会到，对不对？毋过呢，咱毋甘，咱毋知有感觉，咱只要先幽怨作喙叫，一句话就倒啊，一句话就斩袂了。你有影，一句话就斩袂了。人讲伊直接讲互你听，你毋能直接听啦，人你讲我安怎？你就要比人论理啊！你就要尊重道义啊！你就要问彻底啊！感谢咧，神啊，因你的心啊，伊也咧稳，你的心袂输，真正咧修到逆来顺受啊！逆来顺受啊！逆来逆你听无？逆就讲逆境来啦，但是我感觉无物件咧，自心无非自性感。我才觉得一个界，我本来就无做咩物件，你都讲我嘛无这物件，我这已经相当个悬的，无咱就讲啦吼，我这讲我这边的世界，咱咧讲是咩世界？无就甲你信靠伊啊，信靠伊啊，三秒会清净啊，但是三秒袂清净啊，对，你咧想到，你今日家己真正，我当然控制会好势，伊一切界咧当中无一切目标甲你压倒。这是相当的境界，所以咱合作为人，伊就对内心世界开始讲。你自心无非，你这心有力量无？你这心有意见无？你这心有功夫无？你这心若修到，无非就参照自性，自性所流露出来，而这个心，你这个心的内底，咱们应不如如，应一切不容如如。无有今日去有对立法，所以第二句话就讲心地无欺自性慧，什么叫做欺？欺叫做无欺嘛，简单嘛。像咱心地有欺，咱的想作者，咱的看作者，咱的计划作者，咱的讲话作者，有影这种叫做理念嘛。咱这个世界，来到这个世界，我拄则甲你讲，这个电的世界，电的理念嘛。你要离在地不了地，你毋是讲离地而不了地，我你听好。离地就讲我去到另外一个世界，无了个世界，你想迄个情迄个情况，迄其实你若真正要得到这片世界，完全是倒啊！咱常讲咱看为清净，互你看着呢，敢会清净？毋是安尼，迄个心地无非就是讲。内心世界的内底当中去培养起来，毋是你是外口这个物件。比如你的心啊，像咱如此会出来，梦想嘛，像咱梦想，咱想啥子啊？咱执着啊。所以呢，咱的自信，咱的心地若有非若有气，这地位就袂起。你的心地若无气，这地位就造成简单的。为什么这个简单的比喻？咱这电咧开起来，换就走袂啊，对不对？若电咧关起来呢，换就走了，对不对？暗叫做
做漆嘛，啊根叫做灰嘛，安听啦吼。啊，因为咱大家转了我，就是你有漆嘛，我袂清楚嘛，我都不想讲诶。连你电脑里面无来呢，咱就家己做袂舒服啊，就一直要掠讲起来咧。敢毋是安尼？但是刚来你有看到，当然你就作舒服啊。但是咱我都训练咱这个心，练无明白，迄个气或者个叫做无明嘛。所以12因缘嘛内底当然毋是从无明开始嘛。你无明行的了，当然就是咱咧讲无气啊，你这人做无气，就是无智慧，咱无气。所以呢，因为这种对内心世界的其实改对内心，这个定嘛对内心，啊，迄个慧嘛是对内心，所以伊直接要讲咱内心，自心地无气，自性为，安听啦吼，拢毋是外口过来，这种内心世界就是外面。甲你讲起来，咱常讲，家己在市场较咧讲法。若家己做一口，较晚家己做一道饭饭做前两口，这个意思讲，别人安怎收汤米拢无关系。咱收倒是，家己收家己要改传，毋是要收别人改传。那叫别人要改传唔改传，甲你有关系无？所以别人要改传甲唔改传，你离咱一点关系都无。但是你家己要修成正果，含你有关系。你若要用功夫。含别人无关系，所以呢，咱今日咱合作来讲，修道就是戒定慧，就是对内心世界的这种东西。你来当修道，你的心的一个气味，你定就走出来。心地无乱，自性定。人在讲无心定，有乱有无？乱是安乱，因为你定力无够。甲人讲，人来看，咱即摆来讲，食素食好啦。我一摆我无捌讲过，我毋知。我一摆去迄个菲律宾，迄什么人呢？迄个我姐因后生咧传我，离迄个一个迄个黄迄个观音寨，毋是咱迄个黄音寨观音寨，就是菲律宾航空公司的董事长，伊先碰着无生叫物件，伊请客。因当时你讲请客当中，迄个入面拢在2点开始当有食。我每日当咧讲，你先食一个袂啥的了，我看2点半当有食。含台湾有阵时1点几个咱们5点咱们2点来后到2点，真正来等到2点。谁来等到2点？我都新娘哪会介绍哪会？毋是可能半天半介绍，伊是介绍了当互你食，迄仪式无了当互你食，安尼。大家即摆就拢伫等，拢伫看伊咧讲话听，伫咧囝婿伫咧，新娘伫咧办伊咧仪式嘛，对不对等到2点，2点差不多就差不多，有那时大家人身上要食物件，有那时无够数啊叫，即摆物件放出来，咱我中队，咱做面咧队咧，我办4个队，4个队拢爽。出来拢找的啦，5000斤的物件我惊讲迄一块都拢才2万块以上对。迄捧出来迄个物件，我说我出来我走路。迄个物件迄真正来评价无够啦迄真正咱看着，我看咱的心就咱袂舒服啊。偏偏迄个包比较细包啊，伊就食迄个满汉全席，我吃了就食迄个。你这素食名做5000叫素食名做你听无？第一个物件出迄个哪来？出迄个面泡啊，我咧讲面泡啊，迄个面泡啊，你有听？面泡啊，就甲你变来用一碗菜甲你牵鸡，烤一个甲你芳起出来。芳起出来咱就讲迄人讲真正差太济啦。伊芳一个，什么熬迄个烤乳猪啦，熬迄个龙虾啦，熬迄个反正旁边讲就对啦，熬迄个什么货啊，一个都2万块，迄阵2万块咯，每一个旁边都1万。我跟你讲，咱的父亲，咱父亲就一直咧看，你
按人，迄个健康说拢较澎湃，安尼啦。但是我看法讲，这做这个大家面色，咱无啥顾好。即摆倒一个车顶，我嘛知影，我相信讲咱一年啊，咱四地都食素食摊出来这个物件啦，吼。若要甲讲起来，凊彩咱台湾叫一个厝，啊，凊彩你免叫迄素食厨师来，凊彩一个分队来做比较好。这是一个事，我讲这个事实咯。但是我嘛知影讲，今仔日因为5千级出的这物件，这若要甲讲来，这是一个高等要务。但是因迄只烤乳煮出来，我伫中破咧，拍安尼啊，一个比头拄安尼出。哦，我讲你大份吼，迄个讲你真正若坐迄个吼，啊，兼看着了鼻头吼，你要惊嘛？哦，伊画咧安尼出来，哦，啊，规只迄个鼻啊吼，烤开迄个金黄色你听无？金黄色咧，啊，佮内面个物件，迄若真正条件无够吼，兼看着喙口着咧流叫，伊就想我这个真酸了我。即摆来讲啊，迄个龙虾是迄野生的龙虾哦，迄龙虾足大只哦，比迄个饲哦，迄倒出来啦吼，咱会使甲讲起，迄真正，我讲真的高5千级的饭店啊，伊要出些物件嘛有，所以我当然来着情况，讲今日因食咧嘛是有咱饱，啊，咱今日食这素食嘛是有咱饱。敢是安尼，大家应该重点。但是你食切，啊，就变到营养。哦，你食完之后，伊个拢油足重的嘛，讲猪油啦、马油啦、鸡油啦，讲迄物件嘛，食三高里啦、糖尿高，哦，你若是讲咧王先生咧总秘书，伊就知影。哦，你若要食迄个血压高嘛，吼，啊，就作一个糖尿病食咧。所以咱人的胃受，咱人老，见就是讲食迄时候上多。哦，啊，咱今日食这素食，嘛是过一顿，但是伊咱食身体健康啊。但是上摆着咱应该重点啊。咁是安尼，有车顶我就给我家己分析嘛，我咧心要放下，要放下。我看一直咧想讲，今日好，咱食了餐太济，我包一包，我较细包，今日有够无？迄真正若真正功夫无够吼，咱。愈食愈怨啦。好，无代无志，心啊，可能我去食菜，啊，无今仔日吼，即顿就食结啦，我就食食，食袂心拢袂舒服嘛。哦，爱人心里就是安尼嘛，无面米，哦，食菜要食臭米嘛，你食袂舒服嘛。啊，无面米呢，菜金芳嘛，放是安尼吼，心清矛盾嘛，啊，先对着菜金芳嘛，所以这个点点，啊，这嘛叫做方向。你今日真理就是心地无乱，你今日无互迄物件来诱你，无乱，你安怎嘛应该袂行。但是你的心地若很乱，就开始要想讲，我袂使讲，人食迄个马，想去想，你食这个时阵啊，哦，这个简单的物件，也受不了，开始乱了后，即摆迄定力无够。今日定力我就开始在咧叫你听，伊上机会就要来创哪里讲哦，上机会就上讲迄个头前好诶，但是讲过来就是头前好歹破坏，所以上个重要，咱一定要以心为心，这叫咱定力。哦，安尼好，啊，所以咱合作就应该讲，今日咱定是对，另外还有什么物件来把它应用？我做是对，无论外口有甚物物件来甲我的是啊诱惑，我拢袂叫诱惑，我完全是老实在在。这是真正修的功夫呢，功夫就是一样。啊，无咱先讲嘛，世间啊吼，迄个啥，迄个物质、声色，迄因为啊，迄真正因我惊死人。我昨伫迄个我的手机啊，看到YouTube拢会咱台湾一寡迄个命案，啊，一个案件，一个查囡仔吼，因为一个查囡仔啦，
连续开始3个迄个驶机动车啦，驶机动车啦，安尼啦。但是警方开始甲调查的时阵吼，无当去查啦，真正袂爱查。但是我做第二个来啊，但是第一个是桃园，第二个即摆是台北市，第三个即摆是嘉南。好，警察就紧张呢，但是迄个录影档调出来，刚一个人，警察惊死，啊，这人不要去破案吼。第三个、第四个可能要出来呢，但是要破案进入第三个才走出来，原来是这个。但是调查到尾啊，迄个周边啊，超过140几公分的，嘛不管啦。啊，生得咱讲无作水嘛，我就中中啊，啊无中中啊，嘛超过爱看些啦。但这周边啊，毋是生得偌水呢，哦，迄个离迄个去做嘛，伊嘛伊迄个个伊慢慢安尼甲写，讲要引诱的人，引诱人会去的，嘛爱生得你爱看些。但是你若甲看迄个物件啦吼，啊，这计程车吼，毋知影他去引诱我毋知啦。哦，当然，这个物件比生意来注意。我等你现在是讲不懂，我知影。但是咱讲咧，讲头一个，伊伫遐看咧观察，迄个驶机车伊伫遐观察，观察看，伊拢无咧看人个啦。你若讲上班当年说，伊就毋敢叫啦。哦，伊食菜菜啊，叫我食菜，这后无肯袂行啦。哇，迄哦，我这功夫有够诶，这个是看迄个比哥迄款诶，你听无？啊，就去甲叫讲我伫做服的，啊，我今日吼，你来佚佗一日，啊，你甲我载，哦，啊，看钱还是我互你花紧，哦，啊，中到时我请，啊，因啊，我请，哦，安尼啦吼。哇！这驶机车有正有了嘞吼，当时咧，人哇，这个载一日来佚佗，我这载一个周边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周边我想你过咧，你要甲安怎？伊嘛有想遐物件啦。啊，叫佚佗倒来了后，甲中午时啊，就食咧，甲阴暗时啊，就讲我足无聊诶，你陪我来来迄个汽车旅馆啦吼，啊，我来买酒，我来买迄个呐。米啦，哦，啊，来买一款物件，哦，安尼对。但是伊个皮包啊，伊个皮包下就是拢做米饭了。当伊入到便所了后，伊迄个米路迄罐就甲插米饭了嘞。甲啉啉的吼，等者就带他分，然后就分伊分死啦。但是伊就甲拖对迄个浴缸啊。啊，浴缸内吼，啊，着水甲小滴甲转啦，安尼。但是伊迄个空柜做成了后，伊个钱袋啊，吼，甲捡走，啊人走，啊伊人啊迄个浴缸，啊互水啊，迄个浴缸的水吼，一直流，吼安尼就对啦。这个警方就是奇怪，这应该毋是自杀的。还是讲心脏迄个心肌梗塞咧，但是查到尾，各第二走出，各第三个走出，拢用这个方法，那时候哇，代志不妙。啊，我即摆咧讲就是讲啊，咱今日定力重要啦，因为今日咱若无读，咱若无亲，咱若无夫妻，想要接人的班语，那安尼当中，什么人都养你袂起。但是伊的这个汽车司机，咱就讲啦吼，可能啊差不多，因为你知影驶电车、电车，你上班当年这个或者有收的啦吼，啊食菜啊收遮久的吼，你甲看偌几个，我毋是讲看这有气啊，当然，就是安尼啊，开一个跟到老师咧，你食槟榔咧，啊那着所以啊，有时间谈谈嘛，大概嘛会，但是伊毋知讲后壁。迄个是一个足严重的代志，毋知讲今日伊用无怎啊使。所以今日修行在内底当中，心地若无乱，一定足自在内底当中，你拢袂受到影响。这是咧讲你袂受世界。哦，什么人来影响都影响袂了。哦，所以呢，伊即句话，伊这三句讲出来讲心地。第四句就是讲啦，不精不俭做成功。什么叫做不精不俭？迄个不精不俭不得不
不是，你的心中有讲是道空的无相，这个不净不净不有主相。那当时不得理方法经，但当时就讲一在，大地众生富有如来因为一相，富有如来地位一相，就是讲不是不讲吼，富有具有，咱今日坐车的人，含如来迄个地位的一相相像，伊有种你嘛有种，这个叫做不净不讲。但你妄想执着是正觉，咱如来咱得到阿弥陀佛三藐三菩提。咱今日别当得到解除的原因，就是呐，妄想执着而不能正觉。哦，伊就讲出来，妄想就是实质上执着，执着就是这个这实质上妄想就是相形象。哦，所以你这个讲出来，我唔正觉，正袂了，咁样就是讲三菩提。所以讲，用远离妄想执着，咱若真正袂生妄想执着，而众生上到受者上难受会了去，安尼无始地自然地，一切地就有现地。这是个讲什么？无始地自然地，一切地这个讲嘅属性。所以伊后面就讲不净不净自金刚，这个不净不净自金刚，迄个金刚就讲金刚法界而为经，对金刚就讲属性。金刚就是讲为讲属性嘛。咱想讲诶，伊用嘅金刚经，当时佛陀用金刚经来比喻嘛，比喻诸性嘛，伊有三种嘅特性嘛。第一，金刚经有哪个？人讲奇用作来嘛，奇上作明嘛，奇体诚定嘛，奇体作定就是讲诸性嘛。你今日迄叫做实相，你今日去作定，你无当破坏掉嘛。你自身用智慧啊，用火用脑诶，你甲破会掉诶。破袂了，所以奇体作定嘛，奇上作明嘛，金刚经作明嘛，就是咱今日这个智慧嘛。你平常这点要那关，但是你这金刚经来现车，规经分下，伊个奇上作明，这就是讲金刚石啊，对伊个自性所流露出来就是哪，就是咧讲的是智慧法界嘛。但是呢，伊奇用作来。使用诚难，金刚石啊，这个玻璃里啊，迄个金刚石啊挂，迄个玻璃破起来，当然啊，你玻璃你变成做来做来，你较怪，当然袂啊。但是因为你流刷了，吸着了这个玻璃，当然，所以伊利用诚来啊。这个金刚石来就是讲啊，就是讲文艺圣人的文艺啊。圣人的目的就是叫做圣人的智慧嘛。所以呢，这个圣人伊用智慧开发出来既利文艺上，你若当按照着圣人的文艺去学习，你会当成不成菩萨。会当按照着伊圣人甲你交代的话去做。所以伊金刚有具备了哪呢？实相法界有具备观想法界。实相法界与观想法界，那以金刚经来讲的叫做如嘛。那安尼如意法界，你金刚经讲的叫做是嘛？那如是我们一时不在下为啥？如是这两句话就是讲三法界道理嘛。咱若真正有去体会这物件，你就知影这物件。所以不讲自金刚，这个金刚就是讲属性，伊具备三法界伫内底。心比心来分三万。来去自如。来去自如，咱今日这个法体啊，咱今年还是世界，当然这个法体因缘成熟，这个物件要来，所以在迄个当中，如来离金刚经29分，